观众朋友们好，接下来带您关心香港和中国大陆的最新消息。香港民间人权阵线报告指出，2011年是香港97后警方滥权情况最为严重的一年，示威者面对前所未有的打压。民阵批评警务处处长曾伟雄奉承北京，以警力打压市民的示威表达自由，要求他向公众道歉和下台。据民政统计，去年至少有416名市民在公众集会或者示威中被捕，当中24人被起诉。警方又以不同方式打压市民表达诉求权利，包括在7·1游行当天把新唐人实习记者当成示威者拘捕，驱赶人权组织成员，以及在香港大学8·18事件中非法禁锢学生及大规模封锁校园。民阵指出，警务处长曾伟雄上任以来奉承北京，令警方滥權情況惡化，打壓港人示威表達自由。北大人有啲領導層嚟到香港嘅時候咧，警察係用大量嘅警力咧去保護住中聯辦啊，甚至係咧係保護呢一啲領導人嘅，係採取包庇啦、縱容啦、抹黑啦，係用呢個強力嘅國家武器警方去拘捕，甚至係有一啲示威者因此而受傷。民陣召集人黎恩浩表示，警方濫權是別有用心。我哋會覺得其實警方用呢啲咁大規模嘅手段去打壓示威者，其實咧係想阻嚇市民參與遊行同埋集會。我哋覺得呢樣嘢係不能夠接受。其實遊行嘅權利、集會嘅權利咧，係我哋每個香港市民都有嘅基本權利嚟嘅，冇任何嘅公權力，包括警察、包括政府咧，係可以阻止。民陣表示，曾偉雄至今仍未就警方濫權等事件公開致歉，要求他道歉和問責下台。新唐人記者林秀儀在香港報道。